大家好，我係陳柏豪，我是很勇。今天呢，我大家係開房電子啊，喺新買㗎，試放開出嚟先。哇，好靚啊！出咗嚟喎！哇！你把它通放喺手頂，等啦，同埋印出嚟。咦？印實先，開翻家仔，最貪心嚟，導致真係買14億㗎。好啦，啲港幣元呢，50蚊啊，買錯過啦〜